过来消息哦，过来看环境部今仔举行第6届的碳费审议会，会中定出一般的费率是1吨300块。那企业部选择相关标准的自主减量的计划，是有分2款优惠的费率，分别是1吨50块甲1吨100块。其今仔早起，有环保团体去抗议，工总的代表嘛希望讲费率唔通定了上过悬，去影响到产业的竞争力。碳费6块，不然我就出走。 环团代表强调，从阿英仔基出巡，未来考试企业就亲像巨星相像，游说政府想要互碳费费率加搁较低。环团烦恼企业只要达成自主减量，就会当有优惠费率。不过企业期望的费率，达动竟然是比原价价20块搁较低。 这个假日听到工总提出一个更夸张的价钱，就是优惠费率要低到6块钱。6块钱，如果我们再加上碳费执法打2折是多少钱？是1.2块钱。1.2块钱比我们台北市的专用塑胶袋还要便宜。下早环境部举行第6届碳费审议会，开会进前，工总代表接受采访表示，目前还未规划台版的 CBAM 向进口业者收碳费，已经造成产业无公平的竞争，所以认为国内费率要有配套。乖乖的减碳，我给你奖励。 不乖、不思长进的企业，你来课碳税，我们大家都同意。只是说这个 range， 一般费率跟优惠费率，我觉得要有一个大的差距。但环团代表认为，要维持一定的起点绩效，无根本无法度达到减碳效果。 可以带动其他一些减碳诱因跟相关的经济的部分，我觉得这应该整体来算，不是只是说既有的产业他们不愿意转型，就不把其他的产业的一些新的转型经济拿进来讨论。下早到立法院备询的环境部长潘启明针对工总呼吁，要推出台版的 CBAM 是中兴台湾的做。如果你的竞争对手有进口国的这些所需要的这个进口量，我们会要求它的商品必须申报。 这个它的排碳系数，还有它的碳足，这比较符合公平正义的一个原则。第6届碳费审议会是不是外团的最后一届决定绩效？环境部表示，佮有待审议会做成结论。下早9点半开始的会议，主要是要讨论出优惠费率，离高个进前，佮咧进行当中。记者林俊明、彭耀祖台北报道。